今日啦嚟到灣仔船街一間好出名嘅隱世西餐廳，超有復古 feel，仲好啱啦自拍啦同埋打卡㗎。你有冇嚟過呢？一入門口咧就好似坐船出海咁，呢一度咧好溫馨㗎，2層樓嘅設計仲係 fusion 菜，好創意㗎，好啱啦一班朋友嚟聚會啦，同埋情侶浪漫一下㗎。睇翻啦餐牌嘅選擇啦，非常之多喎。到底我今日食啲乜嘢呢？前菜係香煎章魚酥，呢個八爪魚咧裏邊咧有羽衣甘藍啦、魚子啦，仲有啲甜醋啦，而且咧食落去嘅時候咧好腍入晒味，哇，齒頰留香啊！羽衣甘藍咧有啲甜醋喺度咧，呢一個味道咧好特別。我平時食西餐咧我就好少食到呢一個咧甜甜地嘅，同埋咧佢好開胃啊！21日熟成厚切豬扒。呢個 dry age 咧慢煮咗12個鐘，外焦內嫩，而且個底層咧係蘋果蓉加洛神花醬，做到咧甜甜酸酸咁樣。呢個豬扒咧食落去嘅時候咧又腍又 juicy，仲有好清新嘅味道添。特色卡邦尼意粉，呢一個卡邦尼意粉咧，簡直咧就係 fusion 到爆啊！金華火腿咧嘅臘肉啦，再配上卡邦尼呢個意粉啦。呢一個咧中西合璧咧，簡直夾到絕啊！而且咧個臘肉咧仲有啲油香，個麵咧又滲晒啦裏邊嘅精華啦，而且咧仲好彈啊，軟硬度咧係啱啱好。仲有喎，個底層咧係有蛋黃醬㗎，真係大滿足啊！呢一道晚飯咧真係性價比高啊，而且咧又有好浪漫溫馨嘅氣氛喎。灣仔後花園記得俾 like 同 follow 我，仲有留言啦，一齊揾更加多嘅隱世美食，下次見。